由台南市政府甲市议会共同主办的10年友情台南共好感恩系列活动，24号暗时伫个永华府花园区来举行点灯祈福的活动，包括交通部长林佳龙、市长黄伟哲、甲政府议长郭信良、林炳利，甲侪位的议员共同启灯，场面热烈。3、2、1，请启灯！哇！同时，我们的高空烟火此时此刻也开启释放。10年有成，台南共好。Merry Christmas， 大家圣诞节快乐！很高兴哦，回到娘家，特别温暖哦。那在这个圣诞节的平安夜，这么多人齐聚一堂，一起感恩，也一起祈福。那要感谢我们黄伟哲市长带领的市府团队，这个让我们能够防疫做得好。台南市188万人，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但是面积更大，全国应该是第4还是第5。但是我想说，在这么大的地方，这么多的人，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城市更好，是许许多多议员同仁以及市民朋友们共同关心的议题。在这个县市合并10周年庆祝的时候，我们更要记得，我们未来的路还有很多这要走，要更好，要向市民朋友们服务的。我想这个部分也非常谢谢。台南府会共同举办的灯展和其他灯会最大不同的就是这里的花灯，白天和夜晚都很好看。你日时来翕有日时的景色，暗时来翕相有暗时的景点，每一个景点拢参其他的灯会无同款，恁会咧处处惊奇，处处惊艳。议长表示，灯会对今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，伫个每天暗时的5点半到10点半，拢会来点灯。日时除了会用欣赏百花齐放，暗时阁有灯花，希望呈现给所有的市民千灯齐亮的美景，欢迎市民踊跃前往欣赏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